情爱纠葛，快意温愁。爱情的爱色大天，所甲地方落来家。社会大人的大人甲人对我好，我嘛人对我好，我嘛对伊好啦。人对我歹，叫我对伊好，我做袂到。我有想要报仇，我有阮要报，有钱人看好，无钱人看衰。有款有势人看无差差，无款无势人看你做歹干你。这叫做现实的人生。我做囝甲互我教的，真正要面对真正是正来教的，咱知我做囝甲妈妈就较少这社会种现实的，叫做现实的社会。我讲我唔爱小现实，就得人真正嘛是小现实。咱的心境爱小小，咱一个新的人，咱的眼光是爱小小的，咱的心境是爱理性的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宽容两字是咱一生要追求的心境。宽容两字是咱一生要造就的一个心境。咱在这个世间上啦，咱在这个社会上，咱若接受人无公平的待遇的时阵，咱拢会怨叹天公无目睭，佛祖拢无保庇。咱若身处在逆境的时阵，爱我做有的时阵，咱拢会生气，我无心，会生气，我怪别会看我一撮物件，我经手出这代志就对啦。人生若要真正有无公平啦，性平先不能接受上帝无公平。若要讲互人糟蹋，互人污了性命先不应当关往上帝，互污了上甘啦。若论要讲做有性命先不应做伊咱较济。可是咱在做伙过程当中，因无心，因心境小小，因真正适合因落班，所以因无怨言，无计较，无退让，是世人哪歹做出地照顺，条生命的路上要踏实，条